Hello， 各位 She.com 嘅讀者，各位女士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Andy。咁又嚟到夏天啦，大家可能已經多咗着短袖衫，甚至嚟緊成日都會去沙灘着泳衣。咁到咗呢啲夏日炎炎嘅時間，大家通常都會同自己講：我今個夏天一定要食得健康啲，食得有營養啲。咁所以我今日嘅任務啊，就係要教大家做一個非常之有營養，用咗含豐富蛋白質、高纖維嘅堅華藜麥嚟做一個沙律。咁而且由頭到尾準備嘅時間都唔會多過30分鐘。咁我哋仲等咩？即刻開始啦！做呢個 quinoa salad 要嘅材料非常之簡單。咁而我哋而家第一件事，首先要煮咗嗰個 quinoa先。咁要做好食嘅藜麥啊，最重要係嗰個水嘅比例。我哋大概係用1份嘅藜麥對1份半嘅水，而我哋講緊嘅係嗰個 volume 嗰個容量，並唔係重量。咁所以呢度如果半杯藜麥嘅時候，就可能係大半杯嘅水。咁而且藜麥本身上面係一啲苦澀嘅物質喺上面，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沖水沖走晒佢先。首先將所有嘅堅華倒落一個筲箕，開水徹底沖佢哋大概2分鐘，然之後將佢哋倒落一個煲，再倒入水。咁當倒咗啲洗咗嘅堅華同埋啲水落去之後，我哋而家可以冚蓋去開火煲滾佢。滾起咗之後，轉細火煮大概12至15分鐘就 OK 噶啦。咁當你見到啲堅華有一條細細啲嘅尾巴出嚟，咁就代表煮熟咗噶啦。當煮緊個堅華嘅時候，我哋而家可以準備其他嘅配料。首先我哋將甘筍同埋西芹去皮，將西芹切細粒。為咗快靚正，我哋甘筍可以用一個刨嚟刨絲。之後將青瓜切開，用一支細羹將裡面嘅核刮出嚟，因為呢啲核充滿住水分，如果唔刮出嚟嘅話，會令到個沙律非常之濕，大大影響個口感。然後將青瓜切粒，之後將紅菠椒一片一片咁樣切落嚟，好似咁樣。最後佢嘅肉體同埋軀殼就會完全地分開。再將紅菠椒切細粒，之後切一啲香草。咁我哋呢個沙律想要一啲東南亞嘅風味，咁我哋切咗一啲蔥同埋芫茜。你中意嘅話，亦都可以切一啲薄荷葉。倒埋一啲 chickpeas 鷹嘴豆落去，再刨少少嘅青檸皮。當你慢慢準備好晒你嘅材料，你嘅堅華應該亦都完成好啦。見到嗰條白色嘅尾巴，就代表佢哋已經熟咗啦。再撩一撩個煲底，見到冇燶到，亦都冇多餘嘅水分，就代表你控制水分嘅比例非常之好。當攤凍緊個堅華嘅時候，我哋而家可以準備定個 dressing。首先揸一啲新鮮嘅青檸汁，加少少嘅蜜糖、麻油、魚露。咁用幾多魚露，好 depends on 你用嘅牌子嘅鹹度。最後加翻一啲橄欖油或者菜油。咁當你嘅堅華攤凍咗之後，可以撈翻落你所有嘅菜裏面。咁落幾多 dressing 就視乎你自己嘅口味。如果你覺得唔夠嘅，落多啲。咁當你撈勻晒所有嘢之後，試完味覺得 OK 嘅話，亦都可以焗定一啲嘅果仁、堅果類嘅嘢，最後滲翻喺面。咁嗰個 texture 撈埋落呢個沙律度就係一流噶啦。呢一個就係我哋非常之有營養嘅 quinoa salad 藜麥沙律啦，希望你哋中意啦。如果要今集嘅食譜，記得瀏覽 she.com。有任何嘅問題或者 comment， 亦都歡迎到我嘅 Facebook page 或者 YouTube channel 嗰邊留言。咁記住，夏天已經到啦，如果想繼續 keep fit，一定要食得健康啲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